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12月14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警察伫昨暗7点去卡刀，甲伫国民党台南后壁东部坑炸弹的男性小吃10外点钟。警察开几若摆枪，总算伫6点40分弄入去厝内，嫌犯敢若着枪，目前当咧病院救治。这件代志就安尼断了。接落来，咱来看美国甲中国的贸易谈判，阁有新进展咯。美国总统 Trump 已经同意第1阶段的协议分阶段取消，加强中国的关税。根据协议的内容，美国同意降低按中国进口货物的关税，不过要求中国着爱买因的农产品加强500亿的美金。中国嘛已经答应了，这项协议打算伫明年正月头1礼拜签署。同时，两国嘛即时进行第2阶段的协议谈判。经过协议，镜头倒转来，咱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远东航空，要求远东航空的董事长张光伟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告案说明。检察官审问4点钟了后，按违反民用航空法限制张光伟出境。昨天那份公文你们是没签？我没有，不是我。哎，对，那这样7、4个人，你有什么话想说？什么？那这样7、4个人，你真的有被他骗钱吗？那跟废话。所以你觉得一切都是小心？所以气死了，对啊。远东航空甲合作金库贷款22亿，台北地检署当地调查远东航空的高层，敢有牵涉伪造文书。另外，台北地检署昨暗要求远东航空的董事长张光伟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告案，了解远东航空敢有违反民用航空法。张光伟表示讲，伊会继续打拼来经营远东航空。远东航空无张地宣布暂时停止营运，不过董事长张光伟昨煞搁转嘴，表示无要结束营业，敢若是资金也未到位。即马尚无有3组投资人当咧甲伊讨论，打算这2礼拜会有10亿的投资来投资远东航空。远航董事长张光伟昨主管开记者会，伊讲昨日伊无离开公司，资金阁无到位，公司内面有点过复兴航空的主管误判形势做危机处理，造成外界误解远航要停飞，造成这一次的事情呢，这个再次深感抱歉哦。那我对经营远航的决心是不变的。并没有拖欠任何的款项，包括员工的薪水，我们也没有要结束营业，也没有资遣费的问题。对远航副总前一天伫咧对外记者会讲，联络不到张光伟，伊解释讲，因为心情歹，佮一直伫咧处理代志，手机有小可关起来，可能造成资讯的传达无够清楚。因故伊因为资金无到位，发遗书了，随投资人联络远航。张光伟强调，10多年来，伊一个人独自救远航，除了资本业以外，伊阁另外加码9亿，饲活1000外家庭，实在无法度再动落去，需要其他的投资人到3工。但资金一到，公司的营运就能恢复正常。记者会了就发内部信件给员工，讲公司虽然长期营运亏损，不过经营团队依然尽力伫咧做，并无完全的大量改革，希望员工安心上班。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远东航空这件代志，民航局已经依法处罚300万，并且废止营运许可。交通部长林佳龙大力批评，要求民航局加强管理，嘛爱远东航空伫后礼拜3进前提出申诉的意见，若无就会放贴牌。我要出国去，我们又来这边怎么办？对，没有，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做退票登记，对，那之后后续公司他们会做处理。远航工作人员摕线上退票登记表，分予现场要办退票的民众，讲退票无退钱，是先登记要退钱乘客名单。我买了才没有几天嘞，只有现金登记再讲吧。有真多人是先买明年1月选举加旧历过年要转来的票，怎么也全部拢爱退。4张，1万多吧。其实很常搭远航，他之前票都很便宜，所以现在想说，好吧，那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就是接下来可能回金门的班机会更少了。主要是看钱要赔完无啦，今仔凭证是有效药啦，公司就倒啊，是要坐倒一间的啊。
对这边代志，张光伟讲是内部协调无好，舞唔对，希望民航局和远航互赔。交通部长林佳龙批评讲，袂当呢反起反倒，叫民航局要加强监管。一下子说要停飞停业，一下子又说要继续营业，那我已经责成民航局加强监管。那下午民航局还会开会，针对这个处罚的一个最后的决定，先把善后的问题做好，那其他我们会依法来办理。远航无境停飞，外界质疑交通部民航局的监督出问题。林佳龙讲，伫最近远航定定出包，交通部内部开过2遍专案小组会议，包括限速卖票，也个强化飞航监管。强调是负责人张光伟部分员工无透明，才引起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麦。首先来看联合报，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草案，规定台湾人伫中国投资符合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那其他也无规定的事项，就按今年3月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和条例来执行。接下来是自由时报，英国国会下议院大选，首相张胜传赢的保守党大赢。打算伫明年正月尾脱离欧洲联盟，另外工党属保守党属不列颠，头人表明会落台负责。上尾是《苹果日报》，亚洲的非洲伫这疫情拖起到1年，咱的非洲伫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会先甲1年来做过去3档发生非洲伫这疫情的国家名单内底，若是按1年早伫外3片入境的旅客，会甲大处罚。所以，咱做伙来关心台湾的外交。诺鲁新任的总统访问咱台湾，强调诺鲁甲咱的邦交正稳定，佮甲咱签订航空服务协定，希望未来两国会有培灵基础，增加民间的交流。诺鲁共和国新任总统安格明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总统传闻以军礼迎接。这是伊就任以来第一摆到其他国家进行正式访问。蔡总统强调，安格明率团来台湾，代表两国邦谊稳固。诺鲁是未当欠缺朋友，双边关系继续强化，互利互赢。在国际及区域情势急剧变动下，中华民国台湾和诺鲁持续深化伙伴关系。特别是对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两国的合作非常的密切。Nauru will always stand side by side with Taiwan. This relationship will keep growing stronger, and a true partnership that provides mutual benefits and prosperity to both countries. 台湾跟诺鲁也签署台诺航空服务协定，未来双方航空公司应配台湾跟诺鲁之间对拓展双边国际航线、甲太平洋地区友邦航网建构有帮助。另外，蔡总统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指出，伊无生过囡仔无了解讲法，也伫面前提出反击。民进党主席倒应台也认为，张善政应该爱向全民回失礼。张前院长过去的印象在人民心中，应该也是一位翩翩的君子。那为什么在接受副总统的这个提名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其他政党所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言行，我不敢有任何的建议了哈，但我会自我要求就是努力的去辅选。罗清德去台中参加反贿选宣言，针对韩国瑜讲到婚姻土豆之乱，批评农委会是开钱包。伊也反问韩国瑜有啥物解决的方法？农民拄着困难时，农委会协助解决本来就应该，确实无赞成农委会做法，请韩国瑜提出方法，甲大家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选举变化，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表明，因的部分区立委名单的人马有一半是海选竞出来的，比较亲民党的更较好势。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大力反击，互两人关系搁再引起众人的注目。选战剩无一个月，第三势力要拼选民的支持。民众党主席郭文德12日伫咧录竞选歌曲的时阵，讲到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比亲民党加较强。13伊到大量市场参加开幕典礼的时阵，搁一再强调伊对家己的名单真有自信，因为名单有一半的人拢是海选来的，较瓦近民意。其实我们的不分区选还是比较多元，然后比较能够直接面向社会，还有最重要，我们是说最骄傲的。
他们真的一大半以上是海选来的。我们可以挑出比较好的人，是因为我们比较有理想，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制度。第三势力被有关声势，郭文哲将他的名单和亲民党做伙比拼。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13起家人向蒋经国的当上第一，同一个时阵也真无客气，甲郭文哲回到转去。柯市长，我要向你特别说说，你为什么不跟其他的政党来比一比啊？柯市长，咱台湾人啊是有情有义的，没有亲民党支持你，你第二任可以连任吗？瓜宋隔空交战，敢若和瓜宋之间的关系出现逼顺。来伫咧亲民党不分区被提名人郭家军的老友党，最近讲政党票就爱极大化，第三势力要安怎配票，大家也伫咧关心。以他的立场，当然他一定要这样讲嘛，这也没有错。大叔问我的话，当然是全部投给民众党就好，就不用那一句啊，每个人追求他的最大利益，合起来就是国家的最大利益。那大选的辩论，宋楚瑜和其他2个总统候选人，拢已经把同意书送给公司。公司后礼拜会邀请有意向要参与电视辩论的媒体做伙讨论，和3个阵营斗阵协商，希望量早把时间定落来。记者欧敏晶、陈碧珠、王家宝台北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告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主委李进勇表示，明年正月11选举迄一日，拍算会伫暗时10点结束开票。另外嘛，特别小解算票的流程甲资讯安全的措施，强调这回选举定着公开安全。总统大选开始到达时间，选举的计票作业嘛受到大家关心。中选会13举办记者会，特别介绍电脑计票流程甲治安措施，强调一切公开透明。我们的投开票的结果过程是公开透明。那刚刚有提到，另外我们有提供媒体直接下载档案，那各媒体其实也都会直接运用。中选会指出，各投开票所抽票结束了后，一份投开票报告会派专人传去中央选情中心，另外一份会搭伫咧投开票所的门口，让媒体甲民众来检视。毋过去年到下一大选，中选会证实，选举迄天捌去互海客来攻击，经过紧急处理了后，才排除危机。这届大选会更较注意提悬戒备。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那我相信其实我们有标准的一个作业程序，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处理完毕。中选会嘛宣布，竞选活动到明年1月70。主委李进勇表示，预计1月11选举日这天暗时10点就会开票完成。为着避免出现去年哪开票哪投票的状况，已经增加1340个投开票所，另外增加这物件还有登票的所在，用2条动线来进行。另外针对投开票所进行分流。第一个就是降低每个投开票所的人数，从过去的1500我们这个降到1200圈票遮屏数。2020总统立委选举，因为去年到下一选举的经验有真侪争议，中选会这届准备是做甲正十层，唔敢去放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今年第2波公费的流感预防射，有去做的幼囡仔比去年增加1倍。打算未来2礼拜预防射的也会较安到。所以卫生福利部实施应变的机制，会搁再配60万剂，予各县市去调度。早起来湖区健康服务中心来了真侪要注射公费流感疫苗的人，中心发放号码牌，民众排队来注射。第2波公费流感疫苗12月8号起开放，65岁以上老人甲学龄前的幼儿来注射。有老大人烦恼讲是毋是会排袂到，有妈妈讲进前在大病院无排到，即阵该来吃。大家都在抢，都打不到。我不大清楚哎。你会不会担心打不到？会啊，因为我大医院挂不进去，对，所以就来这边。那你这样跑来跑去会觉得很困扰吗？不会啊，这本来就是这样。来湖区健康服务中心讲，疫苗无限量，这几天无欠费进行。而今年民众来注射比去年较多。疾管署表示，今年第2波开始自头4天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4成，幼儿注射更加成长1倍。部分的诊所病院出现抢注射情形，已经启动应变措施。大量需要的需求者进来，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恐慌，量是够的，那可能有一些不均，请地方卫生局能够成立这样的疫苗的调度的中心，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不均的情况及时能够解决。
疾管署相信60万剂对着即阵注射情况应该是有够，虽然也未到过287万剂，上摆会在明年1月3号进前配发予各地卫生局。这笔时间接不起来，疾管署认为已经排定学校注射公费疫苗的时程，应该无延到明年3月。学校方面注射情形应该会使在过年高峰期来临进前拢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1111万名的旅客是按韩国来的。观光局长表示，这几档来台湾佚佗的旅客拢是自助旅行的较济，伊嘛会拍拼来带动咱台湾的观光。对交通部长林佳龙的手里摕到大礼物，看起来真欢喜。伊是对韩国来的第2条小姐，甲厝里的人第一遍来台湾，正好运变做第1111万的来台湾的旅客。这边除了伫北部观光以外，上想要食的就是台湾米其林的美食。 저희 가족이 미술 박물관 이런 쪽으로 관심이 많아서 뭐 국립 대만박물관, 국립 고궁박물관 이런 쪽으로 이제 관광을 많이 할 예정이고요. 观光局表示，这几年来台湾的旅客前5大客源市场，包括中国大陆、港澳、日本、韩国、欧美，占来台湾的旅客总人数超过9成。其中日本市场伫今年头一遍突破200万人次，韩国市场5万维持8万人次规模，新南向客源市场5万会当破250万。 整体来讲，大概20%是团客，那么80%是自由行。那我们也希望3天2夜的能够4天3夜，5天4夜的能够有7天6夜。我们也希望能够多延长它的停留数，其实他们就会消费。 另外，观光局统计嘛发现，去年来台湾的人次1106万6707人次，观光外汇收入137亿500万美金。来台湾的旅客平均大家人消费1238美金，甲2019年比起来，来台湾的观光客人数是总共44万人次。 观光外汇收入143亿8800万美金，平均大家人消费1378美金。不过，旅行业者讲，虽然外国自由行旅客增加，无代表观光产值会增加。它平均入台的消费的话，一个人的消费会落在5000块台币到3万。东南亚的国家，它可能是泰国、越南这一块的，它的消费的大概人均都是落在500到2000台币之间，所以这个产值绝对不可能成正比。 观光局强调，会继续以一年一个旅游主题的方式来行销台湾的观光资源，而且开发多元的市场，推出体验观光做主题，来打造更加好的旅游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大约有3000名市大得到市地证，市政府就要帮参加的长辈设计一款香火袋仔，结合晶片定位，若准市大行唔知路，咱嘛有法度掌握因的行风。 各种无共宗教的平安符，内底嘉义市推出防止老大人碰无去的晶片，这种结合 GPS 定位加蓝牙小晶片，会当放伫香火袋仔内底，互老大人扎伫身躯顶。有一种保障啊，变成说万一丢的话是真的很麻烦，你会心急，你知道吗？有这个袋子这个拿吹。哦，好吹着就对啊。嘿啦，较好吹。 一般失智症的老大人拢会挂名牌也是手环，但是有时阵拢会无设立，互老大人破坏失去功能。为着要互因会当接受这种防止走无去的追踪器，市政府配合传统信仰的方式，结合所有宗教的平安符来放这个晶片。这个香火第一号，阮有放大一撮通我放迄个晶片，刷下咧，阮这个心理感官保持伫内底，所以阮那赶快的伫地藏菩萨遐互伊加持。其实我爸爸有戴，可是他就是藏起来，他也不让人家知道他有戴名牌。然后问他在哪里，手随便乱指。我在想，如果说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装置，警察现在都会下载这个 app， 就会感应到哔哔哔，他就会知道说这就是一个失智的长辈。市府表示，这个晶片透过手机的 app， 就会当感应到身躯边感受失智症未认知路的老大人，而且还有电子钱袋的功能，只要有消费就会当随定位，而且嘛结合车站、警察甲超商，希望会当伫上紧的时间，就甲嘉义市失智症的老大人甲家庭斗3工。记者综合报道。 家己看煞，咱来看伊的厝边婚林。婚林口有幼儿园甲教室去做旧家仔，嘛甲柑仔店猪仔台搬入去教室，要互遮个囡仔体验传统的趣味。
伫几日啊，拖三轮车，囡仔学做车夫。详细甲看，车顶也搁坐一个真水的小姑娘。另外一边，伫咧传统的美容院，囡仔穿1970年代的衫，就坐伫咧医疗，但要互人识读。婚林口湖有一间幼稚园，为着互囡仔体验永存老家的文化，要甲教室打造做老家，来替囡仔翕相的家长，心肝内也真感动。原港这样办活动，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的事情，让孩子们体验一下阿公阿嬷甚至阿祖他们年轻时候的那个老街，所以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学校打造成一个老街的场景。囡仔为伫咧地道头前学泡一锅茶，也体验永存的五乐、拍竹仔台、食古早味的南母呢。囡仔看到逐项物啊，拢感觉真新鲜。好玩。哪里好玩？干嘛点？卖东西的。卖东西？你卖什么？弹珠汽水。幼稚园的老师发挥创意，把大型优惠的看板搬入来教室，让囡仔袂输来老家佚佗，感受到正港的古早味。记者综合报道。农业试验所甲成功大学合作，做伙组织团队下心力，要找出台湾第一冠的树仔。伫今年9月，大雪山的区域都有找到超过20层楼高的台湾山马，突破2公斤的纪录。有一个团队合作找树仔的人，透过 GPS 定位来大雪山区域的南溪溪水源，是一爬树仔来量这张台湾上高山马的高度。那我们今年9月的时候爬上去测量是72.9公尺。那未来在这200多棵树里面，有几个可以突破它纪录的？那我们在很近期就会再去探看。那这张台湾上高树方发现，透过卫星遥测技术，团队佫掌握272张嘛超过65公尺高的树仔，差不多都是20楼高。未来真有可能会变做新的台湾上高树。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把巨木定义成65公尺以上的树，总共发现272棵树。这挂高树群秘伫深山那内，但是研究团队靠卫星技术的发展，遥测掌握这挂树仔成长状况。明年团队阁要推出全面找树 App， 加入全面的力量，做伙来找出台湾第一高树的计划。其实是需要群众的力量一起来协助。那我们会把我们的资料做一些画面的截图，然后请群众协助我们看看画面中是不是有一棵巨木。那如果有的话，那会回馈资料给我们，那我们会在我们的后台再做处理。找树仔的人团队分享找到台湾第一冠山欢喜的心情，而且透过积木分布图 App， 互一般民众嘛当做伙找大树。做伙来认捌大自然，嘛珍惜台湾山林的水。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了解台湾乌熊伫山林内的状况，林务局委托导演麦国明甲乌熊妈妈黄美秀老师，伫花莲甲南投的深山记录台湾乌熊的形影，开11天的时间，总算甲纪录片完成了。正伫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纪录片导演麦觉明，为自2008年开始，对着乌熊妈妈黄美秀老师的脚步，行遍中央山脉大分山区，也佮有雪山山脉顶乌熊出现的森林。花莲林区管理处帮我很大的忙，还有就是这边的布农族的部落，不管我们在高山上拍摄，他就是帮我们运送了非常多的器材补给，然后有帮我们去找熊。这个纪录片是台湾有史以来乌熊被记录上侪影像电影，对台湾高山森林的现况、乌熊生存所面临的困境提供真侪真实影像，尤其是真侪乌熊手掌拢断去，显示帕拉冈古管理问题。猎具的部分跟我们原住民使用山林狩猎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议题讨论的议题。那我们会在传统跟野生动物的这个福利上面呢，会再跟部落再来做讨论。帕拉冈古并不是拢是原住民所垦的，对当地布农族人来讲，乌熊是不可侵犯的性灵，拢是五大野山地的特殊陷阱，才发生不幸。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都需要跟猎户要去讨论就是说我们未来的猎具的使用还有我们政府可能也要去规范。佮邀请歌手陈绮贞配音、单声配乐，配合野凤、南安小熊等去做结束，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森林应该是乌熊安全的厝，希望大家重视保育。记者综合报道。
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是歹也是好，就通就亲正50，做伙去佚佗。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欣，咱再会。